可以了。你声音太小了。拉萨的酒吧里呀，什么人都有，就是没有我的心上人。他对我说不爱我，因为我是个没有钱的人。东市的酒吧里呀，什么酒都有，就是没有我的青稞酒。一杯两杯，我谁也不会醉，因为我是个大酒鬼。外面的世界里呀，什么歌都有，就是没有我的这首歌。一首两首，我谁也不会红，因为我是个流浪歌手。痛呀，阿拉切吉痛呀，阿拉主播痛呀，阿拉切吉痛呀。没有下单的，大家可以去下单啊，赶紧，只有100多单。拉萨的酒吧里呀，什么酒都有，就是没有我的心上人。他对我说不爱我，因为我是个没有钱的人。拉萨的浪马里呀，什么酒都有，就是没有我的青稞酒。一杯两杯，我谁也不会醉，因为我是个大酒鬼。主播痛呀，阿拉呀吉痛呀，主播痛呀，阿拉这吉痛呀。外面的世界里呀，什么歌都有，就是没有我的这首歌。一首两首，我谁也不会红，因为我是个流浪歌手。Ngaca cuma peri pendare, ngaca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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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曾小姐。哎，你好。你是唱歌主播吧？啊？你是唱歌主播吧？听到吗？哎，对，我伴奏关一下。哎。你是唱歌主播吧？对。好，那我们来一个才艺局。才艺局。怎么可以玩吗？怎么猜？才艺局，才艺局啊，就是输了的表演才艺，简称才艺局。好嘞，我今天主要是我在这里弄一个那个好的，那个我们才艺局啊。你平时不打 PK 的是吗？对，但是我不接也不太那个啊，对。